一起可以瘦啊！你们看到我昨天那天表演着嗰套媽媽嘅衫我上2個禮拜着啦，中國扣啦，係啱啱好。之後我到嗰日表演嘅時候，咪係鬆咗一寸。係啊，你響 Melvin 嘅生日嘅時候已經睇到又瘦咗，咁 Melvin 生日嗰日已經睇到有細咗。着 A 幾多？好似一兩盒兩盒食晒咩？差唔多手裏剩一兩條。兩盒。所以咪叫你一定要存錢。同埋嗰個第盒賣嘅白咗睇到冇氣咯。係啊，有人講後生咗。白未需要其他。係，我都係白，我大髀都白咗。哎呀，咁我仲要啲落。嗰日嗰個 fitness 嘅一個學生喺度。你家有活力，你應該不到40歲啦。到40歲。咁你有乜後生嘅？你有後生啊？我講嘅係啦。OK 啦，試試啦。你講咩咗？嗰日係阿Melvin生日，佢同我：如果我真係可以活到你個年紀，有你咁靚，真係好啊！我你一定得嘅，跳舞嘅人做咩唔得啊？如果我到呢個年紀可以係啦。那個阿玲哦，可以俾有一個那個大多夫看到他就是了，可以每天要這樣拎咩啊，食咩啊，你一個 start on 馬上 on 了，一個 start on 出來，一咖喱就拿6盒，KK付啊。然後他看到我post 上去這個，他就說：這個什麼來的？我講，你要像我這樣美，你拿這個，你吃這個，我講很好的，我講你餐前吃20分鐘就可以吃東西。他講他一天要吃2條，這樣你一下子買6盒啦，咁就 OK 咯，馬上 on 咯。跟住聽我 post 呢個相片。你食咩？我兩個仲咁靚嘅嘢嚟講。我哋食雞飯嗰陣時啦，雞飯我哋兩個都嚟到佢，係啊。